轉來看國內，發現李魚潭的水位是降到3公尺以下。船長是講，當地已經半年無落雨啊，這水位是10冬來上介低，對這生態也有遊覽船的業者影響攏真大。李魚潭的水位本來佇岸邊補寬減10公分，即馬水位煞降到會當看到潭底土閉起的部分。部分普通式碼頭因為安尼調咧，居民是煩惱後個月若是李魚潭會當誤落船過走人，若是無水，恐驚影響生活。今年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這個狀況呢，那可能就是因為沒有下雨，就造成這麼嚴重的枯水情。也希望說這個下雨天趕快下雨下個月如果這邊的業者可以營業的話，也可以很不影響到他們的這個船藝的出租。李魚潭管理處表示，這是將近10年來水位上加一屆，主要原因是降雨量無夠，唯一引水入潭的背包客原來欠水，佮因為潭水燒熱失水，地勢水位降低，是不是對水質產生影響？目前愛個觀察。每個月我們都有東華專業的這個水質團隊來監控這個pH 值啊，或者是還有它的一些大腸桿菌就是相關的數值。那由於我們有在之前就是上游端比如說家戶的這些污水或者是我們有先做前期的截流和一些處理那在去年6月到現在目前這個水質還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狀況。因為李魚潭目前也無開放水上船隻走人，即馬是敢若輕艇選手佇水上訓練。管理處是講，水量雖然降低，毋過無真濟生物死亡。若是水什麼時陣會回升到一定的標準？附近部落元老是講，來一屆風颱水就有夠啊。記者採訪報道。